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下晡开始变乌阴，台湾各地头温度开始伫咧降，这拜二暗、拜三暗，冷的感觉上明显，上低会到10度左右。国内鸡卵的这个量少，今仔开始呢，鸡卵一斤搁再起2块，批发价变做1斤52块，冲登去英国真悬的价格。白沙屯妈祖要往北港进香，今年报名香灯卡加上自由加血民众，可能超过15万人。这进香过程也发生物件分无够证。今仔日早时日头是真炎，不过下晡却开始变乌阴啊。台湾各地头那温度会开始降，这拜二暗、拜三暗，冷的感觉上明显，上低会来到10度左右。这北部、东部地区也会开始落雨，提醒民众要出门进前，就要注意天气状况。台北市早时日头真炎，外头又要穿袂调。伫台东台北，阁出现36.5的高温。不过下晡向向变天，天顶乌阴啊乌阴，阁明显变凉冷。因为冷空气就要开始影响台湾。拜二暗、拜三暗，凉冷的感受上明显。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预计就是落在礼拜2晚上到礼拜3清晨这段期间。那预计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是落在11、12度左右。那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4、15度这样一个温度。礼拜3晚上到礼拜4清晨的时候，因为这个水汽上是有比较明显转干的一个情况哦，所以预期上就是会有这个辐射冷却一个作用之下，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这个低温上，大概也是只有在10到12度左右。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东半部甲山区也会开始有雨，中南部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区，整个都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出现。不过因为这个是属于是华南云雨区东移的一个影响，所以基本上整个雨势上是不会到太大一个状况。气象局估计拜二雨水上济，拜三开始雨水就会减少，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另外沿海的地区会有强阵风出现，可能有8级到10级。提醒民众爱注意海面的风影。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国内最近鸡卵的量少，今仔开始呢，这鸡卵1斤搁再起2块，批发价变做是1斤52块，将登去顶过英国这上界悬的介绍。农委会认为讲，上无爱2礼拜到1个月时间，这产量才会较正常。不过饲鸡协会认为讲，可能要等到清明，这产量才会稳定。店内底大会罐头什么拢有，只有装鸡卵的篮内底是空。就是安尼，贵人啥敢买？交单状况就是比平常一般的量还要减少大概3到4成左右。鸡卵供应量正紧张，为13开始每台斤起2块，产地介绍每台斤42块半，批发介绍52块。中会历史观点。不止来买卵的民众买无，常常爱叫卵的便当店头家同款真困扰。从以前一箱500多涨到现在已经1000了，而且还叫不到蛋。受天气变化甲农民进行生产加群的调整影响，农委会按算2礼拜到4礼拜了后，产量才慢慢恢复回稳。按照目前的一个生产排程跟养鸡群的一些状况，整个换羽休产大概要2到4周，才会慢慢的恢复投产。那这部分大概是整个后续产销的一个变动，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饲鸡协会有估目前鸡卵一天的产量伫11.3万箱左右，目前减少差不多5000箱的产能，爱等老鸡太晏，恢复产能可能爱到清明节过后。应该还有一波的老去淘汰的数量，所以想要回稳应该是比较缓慢一点，清明节以后的吧。量贩店甲超市业者表示，目前正常供应鸡卵介绍并无起价，要甲消费者共度这一摆欠卵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397个本土病例，即死亡个案有54个人，其中上届细汉的死者只有19个月大尔。另外，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这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接落来就是考虑甲这轻症的这个确诊者，因为隔离政策对5+N改做是0+N，不过这施行的时间可能阁爱再讨论过。
新冠疫情持续降温，13拜一新增加12397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同期减少差不多1/4。死亡的有54例，其中一半有26个人连一剂疫苗都无注，包括年纪上细汉10个月的幼婴，伊有发展迟缓的疾病。去年11月底快筛阳性，迄暗互厝人发现分气无反应，紧急送医，抢救4天也是救无转来，是儿童第44例死亡个案。死因是新冠肺炎合并多重器官衰竭，所以这一例我们是归类在这个肺炎死亡的病例，这也是我们儿童的第44例的死亡个案。本土疫情连续10天比前一礼拜同期下降，外界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什么时阵改变。指挥官王必胜是讲，所来还有3大工作方向，分别是加强次世代疫苗的注射，调整轻症确诊者的隔离方式，也加修正确诊者通报定义。未来轻症确诊者隔离会为即马5+N 改做0+N，不过目前无实施的时间表。5+N 改成0+N 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强制，假设没有强制隔离，假设是用建议隔离的方式的话，那这个对于疾病的散布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时间的这个疫情是属于稳定的，那我想它受到冲击会比较小。若是基因定数方面，顶礼拜无论本土还是境外的主流变异株，也是以 BA.2.75 为主，其他变异株拢也未超过一半，也未变做主流优势。另外，对各国陆续解封，新冠疫苗甲快筛剂传出会因为商业买卖，价钱会变较贵，互民众自费购买也是注射。对这代志，王必胜是讲，新冠疫苗至少到今年拢是公费，袂有自费。记者综合报道。厝价悬，少年人买厝是真困难。内政部长林右昌今仔表示，政府当咧规划青年买厝积金支持机制，少年人欠钱，政府家己斗3工，伫一定的年限内面有法度欠到会当买厝的钱价。内政部长林右昌13起视察自投中心，宣布主题政策的方向。面对拍炒房的议题，林右昌致辞的时阵讲，会大力打击投机者，才当甲房地产市场豆豆行向正常的路。短期的一个进出，把房地产当成是股票来进出，这个就是炒作。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方向应该是要，这个针对投机者来言语这个打击。将伊拜四会决定完整的主题政策，包括租金补贴2.0、社会主体。甲买厝贷款利息的补贴等等，拢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针对内政部规划房贷补贴的方案，立法院法制局13提出上新的报告指出，这个政策出发点真好，不过法院的依据也无够明确。林右昌讲，伊当伫思考建立青年买厝基金支持的机制，目标是要互有买厝意愿的少年人，透过家己的拍拼欠钱，也有政府制度性的协助，伫一定的年限内欠着买厝的头期款。这个要取决到底是用什么的机制，因为从北到南的房价其实都不一样。那这个要购物的部分，其实已经不是一点点钱就可以决定的可能要准备2到3成的自备款。申请我们的模式，要普及到所谓真的年轻人的话，这真的是要再配套。那租金补贴的部分，为今年开始改用随到随办，旧户唔免重新申请就会当补贴。未来申请租金的补贴，唔免附厝的证明甲厝头家的资料，会以房屋税地政资料来比对。若是无资料，嘛会当以册格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包括18岁以上租厝的人，也就是大学1年就会当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禁止食薰的场所，搁再增加了。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包括大专校院、幼稚园、高婴中心拢袂当食薰。那讲到这酒吧、夜店，那准备独立架建的食薰空间，也是袂当伫咧室内食薰的。素食的座椅独立专属的空间，爱食大公分的人，伫遮补薰的时阵也较私密。这是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的沙甲馆独立式的包厢，互消费者无受干扰。自己的独立的抽风设备，然后冷气，包括洗手间都是单独独立开来的，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烟味飘散出来。这样呢，如果没有想要抽雪茄的消费者，也可以在外面喝饮料，这样也不会受其他抽雪茄的客人的影响。
爱部分的人注意啊，妨害防治法修正条文，伫112年1月20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扩大禁分场所，搭伫大专校园、幼儿园托婴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务场所，若无设独立空调，也无独立计经的室内部分式的酒吧甲夜店，也袂当伫室内部分。会伫总统公布了后，由行政院订定施行日期。也毋过民间团体认为，无精准由65个国家的酒吧、夜店等室内全面禁分，过来说法又原代表着国际卡步。因为有些学校它本来有4个所谓的户外吸烟区，那现在呢，整个禁烟之后，一定会大家戒烟，或者是不在学校里头抽烟，一定更好管理。当然，你去酒吧的人，我不可能天天泡在酒吧，但是伤害最大的一定是工作人员，他做这个工作是长期的一个接触。所以在室内的设置吸烟室的这个部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再怎么样负压设置自动平行门，它难免还会有2手烟、3手烟的问题。民间团体表示，根据统计，台湾年平均 PM2.5 浓度超过71微克立方公尺，都是空污止步。研究单位实际到夜店测试发现 ，PM2.5 浓度达到800微克立方公尺是止步的12倍。为着民众健康，也是建议应该将所有的室内全面禁分，创造真正的无分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表日通宵白沙屯妈祖要去北港进香，今仔日是行到台中的海线。今年有报名的香灯卡加上自由加入的信众，可能会超过15万人，也发生这物件分无够情形。另外，这过年了后就是妈祖圣香记录，不过伫网络顶头所有出现鹿港天后宫所加持过妈祖金币。不过，庙方强调讲，因无做这项商品，也呼吁店家就要赶紧落价，若准无食，就会采取法律行动。白沙屯妈祖銮桥为台中海线继续往南行，信众一路行路随香，沿路拢是真长的人阵，路边的补给站也无用气气。各位香灯脚，天气炎热，请记得补充水分哦。工作人员一面发干仔水，后壁赶紧甲规箱的拆开补货。纸箱啊，真紧就蹲干仔山咧。这阵为新北来的志工团，伫绕境前已经准备1500箱饮料，无想到一下就互人摕了了。蝗虫过境，什么都没了，连我自己要喝的，我们也都没有办法留，没有办法，真的第一次看到15万以上。不会，我觉得大家还是补很多东西，持续有在补，东西有变少，可是持续一直在补。有不少信众讲，今年的人数比往年较侪。工作人员也讲，食物甲水供不应求，有的补给站都设伫卖场前的路口，方便随时会当补货。民俗专家林茂贤表示，今年报名的香灯卡有11万外人，国家沿路的信众估计有15万人。人数太多了，所以呢，今年第一次发生食物不足的现象，便利商店或者是早餐店啊，或者是卖其他食品的生意都特别好哈。3月大家伫烧妈祖，网络顶也出现这款讲号就是鹿港天后宫过路的妈祖金币。不过鹿港天后宫发声明，强调无甲任何单位合作发行。我们的姓名权我们必须要维护，而且我们要为我们所有信众的话给予一定的那个保护，根本没有取得我们天后宫的授权。鹿港天后宫表示，这种方式已经造成侵权，除了寄存证信函要求业者甲平台甲物件摕落来，也已经甲警方报案。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日本有高中生去人素食店变鬼变怪翕做影片，造成人店家估价大落。伫高雄也有一间店家顶礼拜宣布讲，禁止民众使用抖音或者是 TikTok 入去因店内面翕影片。不过，所有网友呢，伫咧Google评论甲面册顶头留话，甲人呛声补足。也因为即寡内面呢有一寡恐吓的内容，店家无要吞论，也要用官司来解决。看起来真忝的头家无用整理店内环境，准备中途休困。高雄前金一间台式餐厅顶礼拜二宣布禁止抖音摄影，搁伫门口缠到大广告，禁止下载抖音，也是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民众入去内底意外，也部分的网友生气。伫店家的 Google 甲面册相关评论上留负评甲美字。恶意的，比如你没有来用餐，你就马上写了什么餐厅环境不好啊，服务态度不佳啊，什么又贵又难吃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截图，因为这已经完全是一种公然的侮辱。
替公用导游馆头钱搁放转去。日本高中生威胁导演挑战影片，乌白变餐厅，造成苏西龙上牛受损，股价大破，互餐厅头家决定禁止 TikTok 甲抖音。想要到这一礼拜以来，所有网友解读是政治操作，谣传用餐爱检查手机，甚至有人爱点假设立电刷小拍电威胁的意思真高。键盘侠在上面打的。对啊，他们实际上应该也不太敢这样做。已经影响到人身安全的话，可能还是要交给警方处理吧，就真的报警啊，让那些人罪有应得吧。民众认为店家立规矩防范无啥会，网友若无介意会当卖消费。餐厅头家也强调尊重网友的评论自由，也毋过涉及公然侮辱，也是恐吓的流言，会制度提供给警方顺法律制度捍卫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车头当咧做这个整建工程，施工单位有做一块未来车头的意向图，不过所有民众甲这相片搭伫顶面，代替表示讲经过确认了后，有随请这清洁公司来甲因清掉，也会调监视器来追查讲是虾米人打的。这铁路警察局表示，乱打或者是破坏，上悬会当罚到7500块。代替新高雄车站出名的下临时广场挂这块布幕，是车站拍卡的热点。施工团队用车站未来意向，用电脑合成人像，甲施工区围起来，也互旅客去想未来车站的景象。不过，互网友发现，有民众甲一张人像相片搭伫顶悬，穿卡其长裤甲外头的查甫人挂黑色喙暗，甲其他无挂喙暗的电脑合成人像差真济。一个公共的空间，这样对，会有一点小会觉得说破坏美观跟破坏公物这样的感觉。因为这还是属于公共财的部分，所以就是好玩归好玩，我们不要乱来啦，这样子。高雄车站接到通报，随派清洁人员去清除，也通报铁路警察局。站方表示，这是头一届接到有民众伫布幕乌白来，较早也发现车站外墙互人乌白画，拢会调监视器追究。外面的围篱哈，就是这种一些标示或者什么，也曾经有发现这种涂鸦的情形。因为我们会循这个监视器的影像去追踪。在站区任意张贴物品啊，那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罚款。过去代替百发区车站美学运动，甲壁顶的文宣甲广告拢清除。实际去北部地区的部分无人站壁顶原来有广告，也是大纸互人掠除的痕迹。铁路警察呼吁民众乌白伫车站内搭物件，这是触法的行为，请民众爱惜公物，唔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土耳其甲叙利亚的边界发生地震，对发生到今已经超过33000人死亡咯。当地政府也当咧追查这上百名建商这款偷工减料的工程责任，而且有派军队巡逻，避免有人伫咧抢物资。另外，伫咧卡达世界杯脚球赛期间，这球迷所带临时厝也拢送到灾区去帮助灾民。土耳其建商卡拉库兹甲家后10日伫伊斯坦堡机场想要离境飞往乔治亚时，互警方逮捕。2天前，还有一名开发商寇斯库恩也想要走去蒙特内哥罗，先一步伫机场轰炸落来。还有一名建商阿凯直接轰送入警察局。这个第三开发商也是包商，拢甲灾区大量堵截建筑备案有关系。副总统欧克泰表示，查获131人涉及偷工减料备案，佮对其中113人发出拘捕令，已经逮捕12人到案，讲要追究责任到底。伫这个当时，灾区安全状况一直恶化，超市、药房、电子产品、各种商店会当讲拢互抢了了。Mal sahibi kim buranın? He? Ne işiniz var burada? Hadi abi çık. 业者无奈将出的商品装箱送上卡车，唔知应该刷去倒回。这类的事件增加也激发八卦情绪。现在这边指控抢劫的人拢是叙利亚阿富汗移民。当局最近已经加派军警伫街路巡逻盘查，防止乱象恶化。国际之间继续送温暖，卡达会将世足赛期间，即班的互球迷临时住的货柜厝甲影车厝送去土耳其甲叙利亚帮助灾民。第一批306个有毒丸甲变数的临
刑事处已经伫12增准处罚，另外还佫援助100栋物资甲900人的援助团队，法国的50栋人道物资12也为巴黎飞往加至安泰普，其中包括一座做东式的病院，内底有2间手术室。病房备床也有卫生医疗甲紧急设备，参800名医护、药剂师甲后勤人员，主要要处理地着伤、摔着伤等骨科甲北来手术。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因为大地震有一对伫咧叙利亚防救出来只地啊送病院了后，目前正咧治疗。这个阿姊呢，伊的双脚双手拢互这个放落来触壳底条的，可能爱记这双脚双手的可能性。医疗团队也尽全力伫甲救治，也因为因兜厝内面的人拢已经过身啦，阿公也阿叔也愿意来照顾这两个家地啊。倒伫病床面顶，5岁查甫囡仔阿西里只脚甲只手拢互高刷布包起来。救援人员伫震灾严重的叙利亚哈莱姆搜救，伫搜救队下面发现5岁阿西里打倒伫地面，用只手制在一个空间保护只有11个月大的小弟。只弟仔伫受困2天了后救出来，送去儿童病院救治。经过真侪天的治疗，医生表示阿西里的脚手因为受到压力，病国详细是枪式症候群，已经替因做身体组织检查，提供所有会当互因的医疗服务。而这名小姐姐嘛已经知影，厝内人都已经伫地洞内底过身。أنا هدي البيت علينا البابا في أمي وطبت البناية علينا وعبده。因为2名囡仔的父母甲其他兄弟姊妹拢伫咧地洞内底过身，这对家弟仔阿公甲阿叔嘛表示愿意照顾因。这个地洞造成几十万人无命，除了救援人员继续搜索幸存的人，嘛有医生为事发迄一天开始，已经连续6天无啥休困，都入去救治伤患。6 أيام 7 أيام أنا موجود ضمن المشفى مناوب لمدة 24 ساعة. ندخل على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بالساعة 8 9 الصبح للساعة 2 بالليل بين المرضى وفي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这个医疗人员努力救治病人，也毋过在医疗资源有限之下，部分病人有缘无法度得到较好的治疗。暂时叙利亚灾情上严重的西北部地区，已经有数百万人无厝通转去，有数十个家庭伫附近的学校、搭临时的布棚暂时安置，等待人道救援物资送到位。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政府目前在乌克兰顶礼拜受到俄罗斯军队的空袭，造成全国失电。不过，这个乌克兰的维修团队是赶紧修复电网，让首都基辅等几个重要地区有电通好用。不过，这俄罗斯将可能会继续空袭，这欠电的危机是也未解决。俄军为7月开始，针对乌克兰6个地区用飞弹甲无人机发动大规模空袭，致使乌克兰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停电。俄国能源公司赶工修复歹去的电网，让首都基辅甲南部港市奥德萨也甲第聂伯罗这个大城市12无停电。不过，总统泽伦斯基是讲，虽然复电作业快速，但过预测俄軍會持續加強空襲，所以電力危機也未解決。Маємо усвідомлювати. Ще це не перемога і не вирішальна на енергетичному фронті. І, на жаль, можуть бути нові удари терористів з Росії, можуть бути нові обмеження, якщо будуть нові руйнування і... 烏克蘭頓涅茨克北部的斯維亞托戈爾斯克，佇俄軍持續的攻勢，當地無水、無電、閣無糧食，佇落大細的寒冬，居民敢若靠志工送來食物過日。一個80歲老太太控訴俄軍佇伊的耳邊開槍，互伊的耳仔已經聽無啊，甚至閣互俄軍施加暴力。Меня пытали, я не слышу теперь, я вот уже 5 месяцев не слышу. Я сама врач-хирург. Вот меня зубы повыбивали, мне челюсти били. Ну что я сделаю? Ну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也是頓涅茨克東部的巴赫姆特，過去幾個月一直是俄國交戰的城鎮。俄國的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創辦人普里格金12表示，已經攻佔巴赫姆特北部的村莊。不過，伊也坦白講，佇巴赫姆特有拄到俄軍的抵抗。普里格金7月強調，必須到攻下巴赫姆特，這個戰爭才會當繼續。到尾仔的目標就是要完全攻佔烏東的頓涅茨克加盧甘斯克2州，不過恐驚都要用2年的時間。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政府法师今仔日舉行原則讚賞典禮，總統蔡英文甲行政院長陳建仁等人攏到現場致意。總統頒發褒揚令，感謝成婚法師的貢獻。這典禮結束了後，成婚法師精心祭勘，最後順佛光山一解，就請到台南的大仙寺繪畫，會安葬佇咧佛光山的萬壽園。
这个合作列班台座刊是佛光山开山总长成婚法师发起的座刊。离开会场了后，伫佛光山做最后一届的巡礼，引导信众甲地主合掌来解送。成婚法师捌交代，后事爱照佛教来行。佛光山以坐塔绘画的模式来办理的后事。坐画是临终的时阵，坐咧一直到无开始。对修行的人来讲，是代表有好买，无痛苦。若坐画了后，遗体嘛采一般的方式绘画。倒鼻是佛教内底讲的绘画、绘像。坐塔倒鼻的意思是讲成婚法师关节了后，坐入去塔内底了后绘画，绘画了后嘛永久安葬伫佛光山的万寿园。来生要再当和尚，相信他很快就会倒驾慈航，乘愿再来。会来送他们最后一里路，就好像陪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成婚法师关节赞赏典礼，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拢有去现场致意。蔡总统颁发保养令，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办最高演舞，实践一等奖章。现场超过5万人来送成婚法师，嘛包括中港澳的人士。独独无中国官员念香团，行政院回应讲，是因为无照已经建立好势机制来申请。这一个调研团没有提出这样的机制让我们来向我们申请，所以才没有办法来出席。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给他们来到这里来看到、来学习，潜移默化他们呢？中国官员念香团即届无法度来，体育会主委彭世宽是感觉真遗憾。伊讲总统甲行政院长陈建仁拢毋是佛教的教徒，也是有出席典礼，显示台湾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中国团无法度来现场，伊无想要批评，毋过真遗憾失去即届交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板家的保兴街有一间珠光回收场，已经开50年了。有真侪做珠光回收、扣字纸的，拢会将物件摕来遮卖。不过，这间珠光回收场因为违反住地区袂当设回收场的规定，业者决定这个月15就要收起来。民间团体也烦恼讲，要到200位靠珠光回收伫咧过生活的中价收一户，这款物件是要日后要摕去倒位换钱？看台北板家这间珠光回收场门口人真侪，生意真好，不少长辈扫比家己较悬的回收物去卖钱。啊，不过这间因会当维持生活的回收场，特别伫这个月15正式关起。伊那要结束，还嘛无，互阮遮趁食人嘛，加减啊，安尼互阮方便者。安尼吼，做人唔好安尼。大家不想吃饭啊，没饭吃，真的啊，真的这边很多人都很可怜呢，我看了真的好心疼哦，真的。这个商场回收场特别关起来，未来生活恐惊有问题，互长辈讲甲目眶红。对因来讲，虽然一抓加加赚100-200块，不过加走几抓总是当吃3顿饱。如果这个收掉的话，对于这个附近可能有100-200名的拾荒者，他们的影响都会非常大。他们这些回收物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要么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到另外一间比较远的回收厂。根据了解，这间珠光回收场经过3代人传承50年，较早捌互民众反映环境垃圾，环保局捌甲过，后来民众认为回收场违法，主管土地的台北市督发局认为回收场违反土地使用区分管制条例，住地区袂使设回收场的规定，限期2个月改善。在今年的1月5号也发文给业者，希望他们在收到公文之后的2个月内可以改善。那期满之后会有环保局进行稽查，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就会由本局在做依都市计划法的规定来做后续的处理。环保局表示，民众若有回收需求，也有其他回收站会当协助。社会局是回应，因为资源回收者可能会四界走，所以无单独列册。若做需要帮助，拢会当请求社工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做人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伫土耳其甲叙利亚的边界发生大地震，台湾派出搜救队这任务结束的包机登来到台湾。赈灾基金会也透过国内非营利组织，募超过17吨的物资，利用早起出发的包机送去予土耳其政府。物资挂爱心启航，土耳其加油！台湾经济物资专机启航一样，13早起10点半，东洋航空专机自桃园机场出发。要将去土耳其救灾完成任务的特殊队接回台湾之外，也载超过17吨的紧急救援物资送去土国。土耳其驻台代表贝丁克甲伊夫人特别到桃园国际机场代表政府接受物资的关照。
I am really appreciate for the Taiwanese art. So today we are also getting support from the Taiwan. So we are here for the ceremony. 这摆专案包机通行期人道救援计划中，负责指引经费甲公司协调的财团法人真财基金会，在接到特殊队反台时间信息了后，随紧急召开会议，透过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红十字会组织法国山、基督教挂彩经会等5个单位募集补助。礼拜5才开会，礼拜6这个5个 NGO 就把这个物资都募集好了。这一次总共有12盘6柜17.6吨的物资，就在1天就募集完了。真财基金会表示，这是台湾头一摆专案包机人道救援甲救灾物资运送行动。除了初期将90名特殊队员甲2架搜救舰等大量人力装备送到伊斯坦堡协助救灾之外，也是头一摆在公司协力之下，真紧积极物资直送海外，同时接回灾区的搜救英雄。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愈来愈进步，有真侪公园绿地，真侪人会带狗仔去佚佗。不过这狗屎乱放，甚至有带这囡仔出去耍物件乱拼、粪扫乱弹。伫高雄就一个骑奥多拜姓江的小姐，伊骑奥多拜经过基丁风车公园的时阵，却去互风吹线见到目睭，险险啊就发生危险。这高雄市政府强调，这个所在是袂当放风吹，若准可能唔听者，会当甲因开罚单。另外，伫台中也捌发生同款的事件，不过台中却是无相关的规范。骑机车人伫基丁风吹公园路边，则拄啊停红灯，煞熊熊互物件掂着目睭，赶紧甲机车停伫路边，发现面的竟然一条风吹线，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高雄江小姐12日下晡骑车载囡仔经过基丁山路，拄着这个真惊险的情形。伊讲好甲载车速无紧，安尼无真正唔敢想。骑走的时候，就发现说我的眼睛有一条异物，就是我那瞬间知道是线，然后我就马上停车，然后停车的时候那条线就滑走了。那我就是有再回头看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一条风筝线，它就是在那个机车道，它那个刚好是勾在那个树枝上。警方获报后，立即联系观光局及风车公园管理中心，并前往现场找寻线头。在女子报案地点的路树上找到2剪风筝线，立即移除。随后，警方接到报案，赶紧来移除。公园清洁人员也加强巡视，甚至还有风吹线。台中市去年6月嘛捌发生民众走入中围区放风吹，风吹线飞去车道，挂上骑机车的人颔棍的意外。面对类似的意外常常发生，带囡仔去公园活动的家长真无奈讲，只好家己多多注意。这个公共地方政府也没办法怎么讲，也没办法管到那么多啊。对啊，哎呀，就凡事还是要自己注意啊。高雄市政府讲，基丁风吹公园早就有风吹禁令，可更唔听，会当罚上济9000块。台中市政府是讲，公园绿地无禁止民众放风吹，呼吁民众应该爱闪开人阵、高压线这所在，维护自身甲别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花头戏面出去耍，上界讨厌就是等着塞车排队，还佫开真济时间伫遐等。最近这樱花当咧大开，这台中的布林农场樱花季头一个拜6礼拜，就有超过6000人入去观光。另外，伫南投信义乡的草坪头樱花季人共款吵。虽然有大型的停车场，不过游客也咧怨叹讲，但这接送的巴士要等2点外钟。公所和县政府拢表示，交通的部分因会检讨改善。一丛一丛开花开甲满满的樱花树，将规座路染做水红啊色。台中的武林农场进入欣赏樱花上好时期，头一个拜6礼拜就吸引大量游客，一日就6-7千人。尤其这丛已经30档的樱花王，品种是招和樱，大家拢小静要来翕相。大概它的高度有4层楼到5层楼，初估大概12公尺到15公尺，非常的漂亮。那福寿山的花季嘛特别高啊！园方表示，当地海拔较悬，上好去欣赏樱花时期是伫咧2月中到3月中。另外，南投信义的草坪头嘛有真侪游客去行打，煞嘛造成人阵甲车阵乱吵吵的问题。你看，这么多小车，不会塞车才怪呢。10台游览车就可以多少人放行的人，然后你就是放行小车。
游客不满草坪头的交通管制，放一般的轿车一只一直驶入去细条的山路，要坐接送车的民众，得爱到2公里以外的停车场。而且因为接送车甲轿车拢停伫个山路顶头，所以伫现场排队排到落长的民众，一个等就是2点钟起跳。我们草坪头园区的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那个小车辆就进不去，导致这些车辆就塞在新中横公路。停车场的盘点，还有这个接驳车数量的计算，这个都要把它算清楚。信义乡公所表示，原底会当予5000个人入去园区内底，不过因为天气好，搁再加上是休寒，上尾一个拜6礼拜，敢若直至就15000个人要入园，加派接送车嘛是应付袂来。若学者是建议主办单位应该加强交通资源的规划，民众嘛要配合分流，安尼旅游品质才会当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赛车都袂输伫咧翕电影，安尼乱剪乱弄超速，真正是使人心头惊。今早起呢，这国道3号苗栗后人往北的路段，有一台轿车弄到边仔护栏，这车是卡伫路边的水沟。警方表示，讲这驾驶好亲像是要闪这测速翕相，向向变换车道才会失控，加在车顶两个人只有轻伤尔。国道3号上北131公里所在苗栗后人段，13号早起6点外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台轿车经过这个路段，向正边来偏移，无顺利弄到另外一台大货车，速落来当场失控，弄破护栏，最后90度并伫咧边坡的水沟内。救护人员得到消息到现场，将受困车内包括驾驶在内总共3个人救出来，其中有2个人受轻伤送医。我行驶在外车道他从中线弯硬挤进来，他就跟我下面这边擦撞了，撞到了前面的，然后就看他整个斜的出去，然后从护栏撞下去这样。13号早上6点54分接获中心通报，由后龙交流道口有发生一起小客车因超速而掉落边坡的事件。警方初步了解，肇事轿车29岁资深驾驶，早起为台中清水出发要到台北，经过国三后人路段的时阵，疑似向发现有测速翕相，想要制作双车并排，由其他的车辆来挡掉家己的车牌，却无顺利失控的意外。交通队表示，雷达测速若是发生几台车并行的情形，会由人工个案来判断是毋是超速。系统会自动发射、接收电波频率，换算出车速后，再产生违规资料，由远警自单举发。采证照片中如有多车并行情形，会个案判断，以确认违规车辆是否超速。吊车将轿车吊起来，规台车的车头严重变形，变成废铁。警方经过酒测，资深驾驶并无酒驾的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也搁要进一步厘清。记者苗栗报道。台东东河乡的金樽海岸有真特殊的绿莲岛景观，不过用行的要去绿莲岛要行一段路。最近有业者利用刷驳车载人客，却引起部落的抗议。族人认为这刷驳是因部落的传统领域。东管处甲台东县政府表示，业者无申请营业登记，会甲因处罚。这一天是真好天，东海岸金樽海边啊，会当看到真罕见的金樽绿莲岛的景观，形体像船艇。有不少游客想要看好清楚绿莲岛是啥物物件，会亲身走一撮。绿莲岛内底有一个海石洞，形体像鸟的头壳形，嘛封号做是鸟洞，因为真侪游客会来这行踏。为新正开始，就有业者伫咧金樽渔港经营刷驳车，载人客去绿莲岛甲附近的刷驳啊。不过这引起东河村阿美是族人的不满，因为这片刷驳啊嘛是因的传统领域，业者可能会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个地方又是我们村庄的传统领域。然后那边又有很多海龟会出没，所以现在我们村庄的决议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业者在这里营业。金樽海岸嘛，伫咧东海岸国家风景区内底，根据东管处的调查，目前金樽地区并无业者申请经营刷驳车，也若业者的刷驳车有伫咧驶的范围是金樽渔港，还有遐4块地啊，而且伊嘛无甲台东县政府申请，安尼可能会违反渔港法，会当罚3万至15万。事实上，在渔港的区域内的岸上的，不管是岸上或水上的任何活动，都要事先经过申请。如果业者有违反这些相关规定依照这个发展观光条例的64条的相关的一个规则，
后续也是可以依照法定的部分来做相关的一个严处。目前东海花嘛有民众伫网络宣传会当用沙坡车载人客，不过当管处清查了后发现讲，目前东部敢若有花莲县一间业者有合法登记经营沙坡车，呼吁民众唔通伫国家公园风景区内底驶沙坡车，因为安尼可能会违反国家公园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市宣信街甲入边路口的芳草桥下骹呢，有一座164年起的稻野圳竹米桥。这条桥是市定古迹，也是附近国小特色课程的主角。不过，这桥骹的稻野圳因为水台关度平水尾搁较低，附近人家厝的垃圾水拢会积伫遮。市政府即马要来做改善，学校也要配合，要来改善附近的景观。宣信国小的学生囡仔专心创作，要等稻野圳竹米桥的整治工程完工了后，用这绘画作品重新来甲装它。校长表示，稻野圳的竹米桥这条路是学校特色课程，囡仔共同参与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在地的文化呢，能透过教育来更多的价值，所以呢，小朋友呢就也跟谢东哲大师呢来做合作，来做一个芒果宝宝的这样陶板。这座起伫164年的竹米桥，虽然是嘉义市的一定古迹，不过桥骹的稻野圳煞因为水头地势低过水尾，附近人家厝的生活废水落开会积伫遮。市政府暗算要开1600万改善水道恶臭的问题，顺续挖发这个所在。现有稻野郡的图案做护岸改善，然后也会布设步道。这样子就可以串联了水岸公园以及巴掌溪人行景观桥，提供当地的民众一个休憩优良的场所。宣信国小表示，这条桥已经是探起嘉义县中部49砖头的南田古道，嘛是学校重要的特色课程。希望会当赶紧整理好势，让囡仔甲民众会当愿意来这个所在，顺续入捌在地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公司台基台戏剧《咸水大饭店》今开始拍片咯。这《咸水大饭店》的剧本是进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的故事，是一段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过程，有爱情、友情、亲情，真侪感动人的故事。祈求人员平安、拍片顺利、收视关，拜。众人家向诚心拜祈求顺遂。公司台基台新戏《盐水大饭店》13开镜。盐水大饭店的故事是以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的故事为主题，讲台湾民主化过程基层民众的故事。即讲因的无奈奋斗的过程，甲失败，甲上尾找到家己的路。时代戏剧上困难拢是景甲考据嘛吼。甲演员的台语，这拢爱经过真大的训练。演男女主角的周耀仁甲吴祖辉表示，挑战台语戏剧上困难的是要安怎甲剧本的文字用较口语、台语开的方式讲出来。因为文字不是文字，不过咱若要甲伊讲出来的时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要安怎甲这个台词会当像平常时啊，咱咧开讲安尼。可比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该做说啥啦？哈啦！台基台台长李东熙表示，除了今年的盐水大饭店，台基台所来逐年拢有新的台语戏剧推出。台语戏剧的精彩，希望大家做阵参与。记者郭文良随桃园报道。为着要刺激旅游，这旅游平台甲芭蕾歌剧院合作，甲其中一个包厢翻新变做是房间。带入来人客除了会当体验这座19世纪古典剧院的气氛以外，阁会当免费欣赏一出音乐剧，会当看到歌剧魅影内面的所出现的这个秘密地下湖景观。这间豪华客房有装饰金色扶手的造型碰椅，有贵族气息的高档小廊床，阳台对面就是歌剧院舞台。这地方内就会当欣赏音乐剧。无毋对，这间客房就是位伫芭蕾歌剧院内。旅游平台 Airbnb 为着刺激因为疫情点几啊年的旅游业，特别甲芭蕾歌剧院合作，将其中一个包厢中心装潢提供游客大食。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at we can do this tim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in Palais Garnier, which is probab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n the city. And all of this contributes to making sure we keep
encouraging people to travel and dream at the same time and raise a lot of emotions around travel. 巴黎歌剧院是19世纪拿破仑3世在位的时所打造的新巴洛克式建筑，内部真奢华。为了配合这摆 Airbnb 的创举，院方重新整修这个剧场休困室，带入去的游客会当伫大型美丽水晶灯之下享受浪漫的暗顿。Et ce lieu est un des lieux qui a été aménagé spécialement pour le partenariat que nous avons construit avec Airbnb. 唔那遮较大有惊喜，这座旅程也包括免费看一场音乐剧，也会当看表演幕后的各种设施，包括神秘的地下湖。因为有名的歌剧名影的爱情故事发生的场面，就是根据这个剧院所决定出来。Mon arrière-grand-père, avant d'être écrivain, il a été journaliste. Donc tous ses romans partent de faits réels. Et l'Opéra Garnier avait donc brûlé vers les années 1880-86. Et donc il s'est inspiré de cet incendie pour lui partir de cet amour de 3 personnes qui Airbnb 会伫3月7日开始卖这个特别的包厢房间，定价37欧元，大约台票，较无1200块。过去 Airbnb 捌推出伫水族馆、甲山溪公园、到罗浮宫金字塔大一暗顶活动，都捌互旅客留下难得的体验。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2023年，美国消费电子展览有出现一种 AI 人工智慧婴仔车，即马连这婴仔车也拢会有自动驾驶的功能，爸母就会当抱囡仔，这婴仔车会当家己走。拄做爸母的人若带囡仔出门，囡仔吵闹时阵，若抱囡仔，一怪若刹阿婴仔车，实在正无行。加拿大一个职业妈妈就把这项困扰转做伊创业的机会，把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伫咧阿婴仔车，互伊家己行。The inspiration was really ou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coming parents. Looked into the stroller market and we're really surprised that we didn't find anything that has some kind of level of automation or motorization. 韩国伫咧伊的查某囝出世迄年创立公司，生产这种自动驾驶的阿婴仔车 Ella， 囡仔若抱伫咧手的时阵，车会家己行。伫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韩国电视这台结合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阿婴仔车，也会当侦测环境的危险状况，即时发出警讯，也会随甲车停来。两个引力的设计，互这台阿婴仔车伫咧爬行的时阵，会甲你倒刹，减轻爸母的负担；伊若伫咧落行的时阵，伊会挡碍小减掉的，互你车速袂伤紧。点故为了安全，囡仔若坐伫咧车内时阵，大人也是该换掉的。If your infant is crying and you want to hold them because they need that physical connection, or you have a toddler who walks for a bit but not really for very long distances, and you bring the stroller along. 韩国讲，这台车上好的所在就是，互你会当双手抱囡仔，而且伊也有摇床加帮助困眠的音乐，用手机 app 联动，就让追踪定位，互厝内人知影这台红影车怎么伫咧倒位。高科技的红影车价销无俗，一台差不多10万台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咱台湾海拔较悬的所在，寒天时有当时会落雪，甚至是落冰雪啊！真侪民众拢为着要看雪，拼入去山里。不过对着一年时间有1/3拢伫咧落雪，加拿大蒙特罗来讲，根本是哀叫苦。因为着这交通安全，阁爱开真侪时间、真侪不力来甲这雪吐掉。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罗市一年365天，平均有100多天拢被高高白雪所砍掉咧。市府算过，规个城的人行道甲车路连接起来，总长度有1万公里，相当蒙特罗甲中国北京的距离。为道路交通安全，市府拢爱出动3000名员工，2200台工作车上架路堵雪。为着让泄水的经过点降低，抑个也大量的盐，数量都要有15万吨。Puis c'est du soufflage toute la journée, pendant 12 heures. La machine, elle fonctionne 24 heures parce que quand on arrive le soir, c'est l'équipe de nuit qui fait 12 heures aussi, qui se prépare. On relaye dans le fond l'équipe de nuit. Fait que c'est 24 heures sur 24. 1990年代后期进前，废弃物甲有沾垃圾的雪，拢是直接偏入去圣罗伦斯河内底。啊，不过即马袂使，一部分被倒入连接下水道系统的沙槽。Notre station d'épuration va retirer le plus gros des matières en suspension. On va avoir un traitement physico-chimique qui nous permet de séparer le solide du liquide. Mais il y a des contaminants qui vont passer à travers les mailles du filet. Par exemple, le sel.
Alors c'est pourquoi il faut jauger la quantité de sel qu'on utilise. 大部分也就是7,500只车拢会被卡车送到南区郊外面积几啊个卡球场大的安格里翁蹲市场来放。现场40公尺相当10层楼的建筑群的大沙堆，看起来真惊人。几个月了后，春天到回气温提悬，即细段氧气、废弃物甲碎石会甲水分开，处理过后就用直接排入去河内底。当天都是用的盐流伫路面甲西斗阵引起，就水循环进入河谷，涉入土内底，会造成土壤盐碱化，地势农作物无法度生存。蒙特罗市府想要用咖啡泡来取代盐，加落去还真芳，不过效果无好，也试过甜菜汁，不过伊辐射引起的强度无够，也佮估价加落是红记记，互市民真无欢喜。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开始要变寒，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15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